疾管署公布，肠仔病毒今年统计到今有7例重症，其中5例是医院有4个死亡，拢是感染到伊科病毒11型。专家就警告讲，这医院感染到肠仔病毒会变甲真严重，呼吁有心的妇人人对生产就要注意讲，看敢有流鼻水、爱困眩眩的情形，上好莫有人来拜访，较袂感染。 肠病毒的疫情是出现警报，尤其是新生儿，最近是出现真侪重症个案。疾管署17公布，顶礼拜新增加一个肠病毒的感染并发重症的个案，是南部一个查甫红婴仔，拄出生3天就出现发烧、含未喘气的症头，后壁佫出现休克、肝炎、心肌炎等等。另外，佫新增加2例死亡，分别是南部出生6天的查某红婴仔，和出生3天的查甫红婴仔，当中是感染伊科病毒11型。预估可能要到9月才会进入整体这个肠病毒的流行期哈，但是在新生儿部分，因为重症一直接二连三的出现，我们也是连续2周已经有新增了3例的这个重症个案，加上还有死亡的个案，表示说这一波新生儿的肠病毒疫情事实上呢是很特殊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今年肠病毒的重症加起来有7例，其中5例是新生儿，出现4例死亡。专家警告讲，伊科病毒11型，无亲像过去克沙奇病毒71型，会有喙孔内镜头，大人若感染镜头是真轻歹发现。但是新生儿感染会攻击肝脏、心脏，引起败血性的休克等等，病情变化是搁紧搁凶。疾管署嘛成立应变工作小组来应对疫情。妈妈得到以后，甚至妈妈会以为流鼻水，以为是过敏性鼻炎，所以其实严重的话，如果妈妈已经到达发烧或出现一些上呼吸道感染，其实就要通知妇产科医师。一般的长辈们在这个高度疫情流行的时候啊，应该尽量就减少人员对新生儿科的亲亲跟抱抱了。另外，各大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关节仔的病例，拢是恶性关节仔重症个案，其中2个人是做伙去轻压，是6年来第一件境外移入关节仔的群聚。另外一个个案是北部40几岁的查甫人，要去西非北南共和国来出差，目前是分别插管，而且必须要洗药剂，还未脱离险境。疾管署嘛提醒讲，民众若去高风险区，一定要伫4到6礼拜之前去旅游医学门诊注疫苗，含领预防的药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